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係咪好耐都冇見過我個樣呢？今次咧就有聲有畫啦，我都掛住大家㗎。咁而今次咧就 Double 同埋阿祖馬龍佢哋都私務繁忙，淨係交低個心水，先睇下 Double 有咩心水啊！佢咧就揀第一場嘅，佢咧就分別揀咗4號勝在當下、7號團結戰寧同埋8號妙玲瓏。咁其實咧頭場賽事都好難去研究，因為咧12匹馬冇乜近績支持嘅，同埋12匹馬其實咧對上嗰場嘅賽事咧，其實都係冷門嚟嘅，所以呢場賽事 Double 向呢場埋手咧，都可能有佢嘅獨特見地嚇。咁亦都係嗰句啦，大家想知道 Double 嘅第4選嘅話咧，就上阿 Double 嗰個賽馬專頁啦，佢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個叫做打比樂 Double 嘅專頁嘅，大家可以上呢一個 Facebook 佢嘅專頁嗰度咧去瀏覽一下嘅。咁跟住咧到阿祖馬龍嘅心水咯喎，祖馬龍咧就揀咗第6場，分別有5號紅錢刀啊，同埋7號星之源。佢咧就同我講，佢嘅策略都係嗰種啦，單位截 Q。咁我相信咧呢條單位截 Q 都會有啲分頭嘅。咁同埋咧佢就希望呢場咧會有個步速，就啱星之源去發揮嘅。好嗱，聽完兩位嘉賓嘅心水咧，就到我嘅心水選擇啦。我咧就揀第5場，呢場係第4班1000米最短途嘅。首先就揀咗2號飛龍在天，咁呢匹馬咧就係阿方家柏馬房嘅。咁而最近3場都係何澤堯跑啦。其實呢一匹馬上季喺3歲嘅時候咧跑咗1場嘅啫，咁嗰陣時個成熟程度未夠啦。今季轉4歲咧就唔同啦，第一場嘅沙田直路賽咧就已經放翻嚟咧跑咗直第2。成日都係話咧，如果喺沙田跑直路賽能夠自己望空放翻嚟都上到名嘅話，呢啲馬個水準咧都可以稱分高啲。咁而事實上咧，呢匹飛龍在天咧，跟住再出嗰場轉去跑田草，仲要增程咧，都俾佢由頭放到尾喎。咁嗰場賽事佢嘅對手都係一啲叫做有份量嘅馬嚟嘅，即係可以作為指標。咁雖然話做個時間啦，係受惠於當晚嗰個場地偏差內欄幾有利嗰種情況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嗰匹飛輪霸第2場可以再保中到嘅話咧，咁亦都證明個水準係有保證。跟住呢匹飛龍在天啊，再跑一場谷草日賽，就縮程跑翻1000米啦。咁而嗰場賽事嘅排檔咧就排個10檔，早段就用啲力埋咗嚟。咁加埋咧嗰日嗰個日賽谷草咧，係種完冬草之後嘅賽事，就幾唔係話即係嗰個偏差咧，對呢啲放頭貼欄嘅馬咧唔算有利嘅。所以呢一匹飛龍在天跑一直第3名，係同埋佢輸俾頭馬1個馬位啦。佢輸俾第2名嗰隻馬都係輸頭位到嘅啫。所以個水準咧，如果你用個偏差計埋呢一個影響呢一個因素咧，其實佢個第3名嘅水準都唔差。今次繼續跑呢個1000米短途啦，而何澤堯都係人馬合拍㗎啦，所以呢度咧呢隻馬仍然相信可以做到座位望贏啦。跟住再揀一匹馬咧，就係12號嘅順善寶。咁呢匹馬就叫做初跑谷草啦。咁但係佢分別喺季內跑嗰啲田草啊，跑1400啊，好好步速嘅，好快步速放翻嚟咧，都唔係點斷。咁而上次嗰場泥地咧，其實都係鬥到翻嚟咧，佢輸嘅距離都係半個馬位，仲要咧做嘅時間咧係快過另一組都幾多下。所以我覺得上次順善寶咧嗰個水準咧，亦都係睇翻高啲。今次咧再縮嚟跑1000米，仲要跑谷草咧，應該嘅對手啊嗰個實力咧就已經係同之前嗰啲田草啊，甚至乎泥地嗰場咧，可能都係叫做個級數降低咗。所以呢匹馬有機會喺呢度咧爭出頭嘅。同埋仲有咧呢一場馬咧，佢亦都改咗個配備嘅，可能都有個變數喺度㗎。咁另外再揀一匹馬咧，就有谷草贏馬經驗嘅，就係6號天下寵兒。呢匹馬咧上次喺嗰場泥地賽事，其實一路咧初段咧一路喺個內欄咧，喺當晚嗰泥地偏差嚟講咧，佢都係好蝕下嘅。而翻到嚟喺直路咧，其實佢去到大約最後200米嘅時候咧，都衝得幾好嘅。係去到最後幾步咧嘅時候咧，因為早段咧實在喺個不利場地嗰度用力太多啦，所以翻到嚟咧就唔夠衝。而嗰組賽事咧就係同順善寶同場。頭先我就係話啦，星火燎原咧做一個快啲，即係快過另一個組別嘅時間嗰一組嚟㗎。咁所以嗰場嘅天下寵兒咧，
個表現咧都唔係差㗎。今次跑翻跑馬地嘅賽事咧，應該可以睇翻高啲，同埋縮程跑呢個1000米，加埋呢個一檔對佢都有幫助。所以呢一場賽事咧，我就揀3匹馬嘅啫。嗱，睇下我嘅選擇啦。第5場我就揀咗2號飛龍在天啦，跟住12號順善寶同埋6號天下寵兒。提下大家喎，因為咧氣温急降啊，大家聽晚如果入場嘅話咧，記得帶多件衫啊。咁另外咧，大家如果中意呢個賽馬108嘅 channel 咧，除咗撳訂閱掣之餘咧，最重要咧就係 share 出去啦，亦都最重要俾埋個 like 啦，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嗰度留言嘅。節目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！